照着阮的需要，完成阮若需要平安的，你心是平安；需要健康的，你心是健康；需要信心的，求你心是信心；需要主你的疼惜的人，求主你心是你的仁爱。我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通过今仔日的礼拜，互阮空空来也饱饱得着。我伫你面前，恳求主你施恩赐福，无论是伫礼拜当中，伫网络顶端，所有你的囝儿、查某囝囡仔敬拜你，求主你甲阮同在。阮将所有侍奉的同工，今仔日的敬拜赞美的青年，以及这大堆思维工作者、司机，拢交伫你的圣手，求天父上帝使用阮，互阮接着你现在的杯甲盘，阮所宣扬的上帝你的救恩，会当伫人的性命顶悬，得到勇气甲帮助。阮将今日这个敬拜，将交伫你的手，恳求你甲阮同在，都有所圣名。阿门。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赏赐予咱平安的每一天。伫圣主日，咱会当三家伫个遮做伙来敬拜主。感谢主，因为咱是上帝所创造的，因为咱是上帝所拣选的，咱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儿、查某囝，得到天父上帝的疼痛，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稳定。感谢主。咱做伙用这首《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来开始今日的敬拜。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创世
139篇14节这么说：我要称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深知道的。感谢主，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神所创造的，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美好的计划，这是何等惊奇、何等奇妙可畏的事，也是令人安心的应许。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神永远的计划》。生命都有神美好的计划，感谢主。诗篇111篇1到3节这么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现在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耶和华的名都应当受到赞美。感谢主，我们一起用赞美的心来唱这首《从早晨到夜晚》。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我要一生紧紧跟随你。让我们在一起用敬拜的心来唱这首《从早晨到夜晚》。早晨，我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心中思想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夜晚，我仍要歌唱，向你阐明我心意，敬拜化成一
请走啊！我的心神啊，恁着学了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尼大。当离开使有偌远，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也是遐远。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伊的公义也归伫子子孙孙。我的心神啊，恁着学了耶和华。请咱做伙来念圣诗169首。主耶和华至尊至大，请咱起立念全首。
请咱做用许多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比勒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得活，永远的活命。阿门。现在请坐，请咱做伙来启用，咱来看启文第3篇。耶和华阮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到遮宽大，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你因为你的对德的缘故，对婴仔甲食恁的喙建立能力，要互你的对德阮的情情。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甲你所排列的一过亲情，世间人是啥物？你少年伊；人的囝是啥物？你看顾伊。你予伊比天使里啊较输。要赏赐伊荣光尊贵做免费。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你伫你下骹的，就是一切羊甲牛，蛇野的走兽，风中的鸟，海内鱼甲雉嘛，经过海面的路的。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到遮宽大。阿妹，接续咱再来吟圣诗201首，救主听谈的声，请咱坐伫吟全首。
请咱做按头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主啊，你是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你是大有能力的上帝，也是守约行主爱的主。求你开阮的心，互阮看见你为阮备办永远活的性命，开阮的耳，互阮时常听你宝贵的话语，学习顺服，离开罪恶，过圣洁敬虔的生活。感谢主，伫即个暑假，互阮的青少年参与伫教会夏令营的服侍，因也有真好难得的机会来接待 ILT 外国的青年，透过彼此学习的交流，开阔因的眼界，互因看见主你所创造万民的好甲水。我们恳求主帮助因伫成长的过程，拢有你一路的引带甲固守，并且享受你满满恩典的祝福。恳求主保守阮行伫你美好的旨意当中，阮确信阮的一生拢有你美好上水的计划。求主帮助阮调整脚步，会当行伫你为阮预备神圣的道路顶面。恳求主掌管保守阮的性命。阮安尼祈祷，拢上靠主的名求。阿门。上帝的忧歌，就是独一世界的罪。好了，请圣歌队。我
请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咱先来看诗篇139篇13节到16节。因为我的脏腑是你所创造的，我伫老母的腹肚内，你有庇佑我。我要感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通惊。你的所做奇妙，这是我的心深知的。我伫暗中受造，伫地真底受联络。迄时我的形体无隐瞒伫你。16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目睭已经看见。所定着的日，犹未有一日拢记伫你的册。请咱再来看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4节。因为上帝所创造的物拢是好，若足舍来领受伊，就无一项通弃杀。阿门。讲道，你我是上帝上新鲜美丽的作品，请曾牧师。亲爱兄弟姊妹，咱同心来祈祷，恳求圣神降临伫阮的心内，帮助阮。通过今仔日的礼拜，上着你的话，阮会当定心安静思考。阮活伫即个世间，阮的生命的计划，阮的生命的意义，阮的生命的目标。主帮助少年人，特别伫因人生拄拄开始的时。主你的圣神将聪明的灵、智慧的灵放伫因的内心，互因会当深深思考人会受造、人存在的意义甲目的。求天父上帝帮助阮，因为伫今仔即个时代，真侪人是活伫眼前。求天父上帝帮助阮，是活伫信望爱的内底，有过去，有今仔日，阁有将来。主，阮将每一个你所听的囝儿、查某囝交伫你的手中。主，求你对阮讲话，互阮明白，也互阮伫阮的生命中间来找到上帝你的计划。通过你的话，阮就得到智慧。阮将阮的心往里拍开，恳求圣神来对人讲话，互阮因为你的话，通目睭越走无看虚假，互阮的生命就得到智慧甲活命的真光。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阿门。伫灵修的中间，我看到一篇荒漠甘泉。兄弟姊妹，咱中间可能有真侪人真爱荒漠甘泉。我对少年的时阵，就真爱读荒漠甘泉。伊是一个真出名的美国的宣教师的太太，叫做考门夫人。伫这篇文章的中间讲一个故事，我拄读的时阵无真容易了解，因为伊讲一个故事。伊讲伊真爱真水的物件，有一种的物件叫做蕾丝。你敢捌听过蕾丝是啥物货？蕾丝有无？这个考门夫人是一个欧洲人，伊是一个真有上帝好有真有智慧，伊用伊家己的生活甲灵修来写这篇文章。伊讲起有一日，伊去参观伫比利时足出名的布鲁塞尔，比利时的首都足出名，因为即卖全世界上出名咧做蕾丝，蕾丝的即个差不多是全世界上个顶尖、上优秀、上贵的。伊去参观迄个制作的公司，迄个制作的工厂中间拢是纯手工的，而且伊带因到伫因工厂迄个咧测绣迄个类似的迄个工厂，伊看了足感动的。伊讲迄个工厂是安怎很奇怪，一间真暗的房间，一个足细的窗仔，迄个窗仔会光，所以间房间的光线，毋是亲像安尼，逐位所在拢光，你看到足复杂的物件，因为伊的光足幼。迄个光需要照来，就是目睭前即个倒顶，所以咧测绣的人，伊所看到的光就是足单纯、足清楚，所以伊会当用足专心来测绣出来迄个类似。伊咧讲起即句话时，我并无了解。后来我一直思考即个问题，
我嘛去搜寻讲，为什么布鲁塞尔敢有影亲像考门夫人咧讲，伊要撤受需要即种的物件。后来有影亲像伊所写的，但是伊所引用的那一天的荒漠甘泉的经文，并毋是真的感动我。后来伫咧思考即个故事甲感动的中间，上帝好一句圣经的话，类似即个物件是对什么所在开始？是15世纪伫欧洲开始伫修道院的内底，因为着圣餐，为着迄个礼拜堂重要的物件，因会撤受亲像即种的物件。即条囡仔咧创啥物货？咧砍洗咧迄个杯仔，咧砍圣餐的饼的盘。当时的历史，伊是有设计出来，最主要就是用真水的布。白色的清气的，来放伫祭坛的顶端，来互上帝用。所以伫这个所在，伫安静思考这个故事，足久的中间，上帝互我今仔日的圣经的经文，从诗篇139篇第15节，伊讲我是伫暗中受制作的。亲爱的姊妹，这段经文。好亲像咧描写考门夫人，伊去比利时布鲁塞尔伫遐参观迄个工厂，上帝伫暗中来创造你甲我。所以，兄弟姊妹，带着祈祷的心，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你领受今仔日的圣经对你的帮助。今仔日圣经代表伫伊的诗篇139篇中间，伊话伊的心讲：我的受创造是何等的奇妙！兄弟注意听。你我咱来到这个世间，毋是偶然，原代表的智慧，今仔日甲每一个青年同在。咱的受创造，恁来到这个世间，有上帝真特别的计划。所以牧师用一个祝福的话讲：你我咱是上帝手中神圣美丽的创造。有真侪生长者因无爱因身上这种身体的不方便。咱中间有几个人为着伊的小儿麻痹欢喜过咧，真少人。但是咱中间咱的教会有几个兄弟姊妹，因感谢上帝，伊讲若毋是因为安尼，阮就无机会伫喜乐保养院来看到阿嬷，阮的生命嘛有可能一世人毋捌耶稣。所以兄弟姊妹，咱的受造有上帝的计划甲目的。今仔日真简单两个心意：第一，求天父上帝赏赐兄弟姊妹，咱有智慧的心，通明白上帝创造咱来到这个世间。伊讲我的受造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奇妙！愿天父上帝在座兄弟姊妹，通过这段圣经的话的帮助，你伫上帝的面前找到你生命的目标甲意义。欧洲的文明伫18世纪、19世纪是一个追求人存在的价值甲意义，但是来到21世纪，人追求的其实有无明的所在。咱们真侪真欧洲的青年人，因为因伫是更较富裕的环境，因毋知影因的人生，嘛也要找到因人生的目标。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但因为明白上帝互咱来到世间，咱就称上帝讲：上帝对永远到永远，你是我的上帝。愿你的荣光存到永远。愿你所创造的我，会通互你得到荣光甲欢喜。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考门夫人咧讲起伫欧洲的这种的贵重的物件。只有就是伫礼拜堂圣殿内，甲贵族因才穿会起。你甲看拄则这张相片，这张相片有无？一个真水的妇人，伊规身躯中间这种的遮尔水的类似做的，无论是伊的帽啊，无论是伊的景象，这种毋是普通的家庭有能力通来穿的。但是这个故事并袂当互我得到巴掌，因为。人的创造敢会赢过上帝的创造嘛？今仔日的礼拜，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伫上帝的面前学习咱的上帝，因为上帝创造咱的作品，
大大赢过这个世间人所创造的一切。这本册也册名叫做《人是上帝奇妙的制作》，这是一个德国的科学家伊写的一本册。这个科学家后来嘛叫做一个神学家，伊写这本册，伊讲我的目睭、我的耳孔、我的皮肤、我的各种上帝所创造的何等的奇妙。今仔日的科技会当创造机器人，但是你敢知影？伫你的生命内底有偌侪血管？你敢知影？伫你的生命中间有偌尼精致上帝创造的美妙？兄弟姊妹，人的创造要安怎赢过上帝奇妙的创造？所以兄弟姊妹，代表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讲，我的总父是你所创造的。迄句话什么意思？总父伫这个圣经中间，伊咧简单来讲，我的摇子啦。我的摇子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伊用迄个希伯来人用总父这个摇子来表达什么？表达人上深的感情。伊用目肚、用摇子来代表人欲望神圣的所在。我的总父是你所创造，我的思想是上帝你所创造。天父上帝，你将所有的感情、思想、心思意念赏赐给我。我知影我家己是一个卑微的人，人的创造要怎样赢过上帝美妙？无论历史偌水，所以兄弟姊妹，你比人所创造的更较水。原咱无嫌家己，有一条歌讲，请你唔通嫌台湾，但是兄弟姊妹，请你唔通嫌家己，因为你我咱拢是上帝的宝贝，好不好？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互咱看到咱家己生命中间真正的价值。原来伫今仔日，咱甲主祷讲，主啊，求你开我的目睭，用圣心来感动我，互我知影我来到这个世间是一个无简单的代志。兄弟姊妹，你敢知影人会当保持你的温度、体温、健康的身躯保持伫差不多37度左右，对无？人凭什么？有这种的能力，会当家己保持这种稳定的温度。无论到偌寒的所在，到偌冷的所在，人的体温，上帝创造的比真侪的精密的机器。咱就讲今仔日现代有真侪这个实验室，有真侪工厂拢爱恒温恒压，人爱用真侪技术来控制。但是你敢知影？咱的生命中间会干那一个单单这个温度。这项的创造就了不起，但是上帝讲，我用我的形象创造你。所以兄弟姊妹，咱若看轻家己，咱若对咱家己不满，咱若嫌家己，就是弃嫌上帝对咱的计划。但是我要甲咱解说圣经安怎讲创造这个字。兄弟姊妹，耶稣讲，人间无比天顶的七鸟较宝贝嘛。耶稣讲，人间无比所罗门王伫伊一生极荣华富贵所穿的衫，搁较美丽嘛？伊讲所罗门王伊一生做国王，伊所穿的无论是类似，当时无类似啦吼。所罗门王迄个时代，伊有因这个中东的这个穿衫的方式，但是圣经记载讲，当时所罗门王所穿的衫极其昂傲，意思就是飘撇高贵。但是上帝讲，伊所穿的衫，主耶稣讲，伊所穿的衫嘛不达得山顶一蕊的百合花。为什么？衫是无画面的，百合花是有画面的。所以你即马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甲你抱咧。甲你整理你的衫，整理你的心。上帝甲咱疼惜，也互咱明白。主啊，我知影，今仔日牧师为什么用这个题目甲我讲话？你、我、咱，拢是上帝神圣美丽的创造。愿天父上帝将今仔日的圣经，通过圣心，通过书会，通过牧师，将今仔日的圣经来帮助咱。今仔日圣经对第13节开始，但是13节是安尼讲，13节讲，
因为我的丈夫是你所创造，伫我老母的腹内，你已经保护我。过来，伊讲，我要感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通惊。你的所做奇妙，这是我心内深深所知影的。亲爱的姊妹，用这段圣经来送予咱大家，鼓励咱大家，用这段圣经为着你的智慧来祈祷。咱无拄拄了解咱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所以开始牧师问咱讲：你对你的生活满足吗？你敢明白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意义，甲上帝的计划？所以听你姊妹，愿今仔日圣神甲你甲我，甲咱的囡仔拢同在，互每一个人拢亲像大笔讲：我心深深知影，我心深深知影。兄弟姊妹，你若想要知影，你通放手伫你的心，你甲上帝祷告，主帮助我，互我知影，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间？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伫逐时刻拢对你讲话，对你的丈夫讲话。拄则牧师解说讲，我的丈夫第13节，我的丈夫是你所创造。伫圣经这个丈夫叫做 Kenny， 英语叫做 Kenny， 就是摇子啦。犹太人因有一个观念，伊甲摇子代表所有的人的内脏。摇子若健康，人才有健康；若无人是黑白的。摇子就是代表犹太人因所讲的，就是七情六欲，就是情欲的所在。愿天父上帝帮助，伊将良善的想法、将健康的想法、将好的想法，放伫咱的心思、意念甲咱的感情。因为上帝要创造咱，而且伫咱也要形成定定。所听的姊妹，伊的意思就是讲，当我的生命也要定到进前，上帝已经定到我的命运。兄弟姊妹，即个的圣经是这个意思。伊讲我也要形成进前，你的目睭已经看见，所定到日，上帝所定到日，伫这个所在咧讲起上帝的囝儿，上帝定到伊的人生，上帝将伊的名写伫族谱，上帝写伫伊手中。迄个活命册，兄弟姊妹，你愿意上帝将你的名写伫伊的活命册内底吗？咱甲主讲，主啊，求你帮助我，主你将我的名放伫你的心内，主我的日子我家己都唔知影，但是你定着我一生，每一年、每一日、每一个事情，上帝定着咱的生命。愿今仔的圣经对你产生吸引。愿今仔圣经对你产生一个鼓励，互咱对今仔日个礼拜，咱甲上帝祷告，主啊，赏赐互大笔的智慧，今仔日嘛赏赐互我。我若看见有感动的教会，我若看见有感动的人，我若看见有感动的事，我拢会对心中甲上帝讲，主啊，伊有诶，安那？咱应该是共一个教会嘛。兄弟姊妹，愿咱好大伫上帝的面前，咱甲主讲：主，伊是你创造的，我嘛是你创造的；伊是你定着，我嘛是你定着的。咱嘛好大甲咱的囡仔换手祈祷。你讲牧师，我敢会当甲我囡仔换手祈祷？当然会当。毋是甲咱牧师才会当甲人换手祈祷，毋是牧师才会当甲人画十字架，毋是。囡仔对你出，上帝将囡仔交互你，你就是囡仔，真要紧的属灵的爸爸甲属灵的妈妈。该换手，该画十字架，该祈祷。所以兄弟姊妹，牧师甲恁做伴，教会甲恁同工，咱做伙，互这间教会每一个人拢真侪有智慧的人。愿天父上帝帮助，互你知影，你来到这个世界毋是偶然的。每只牧师讲到一个故事，讲咱中间有个人，因捌为着因小儿麻痹的身躯。可能因细汉的时阵并无安尼想，但是到今仔日，因真知影讲，这个是因的劣势，但是这个嘛是因的优势，对无？所听的姊妹，无论顺境，无论逆境，无论咱伫人生中间拄着什么，兄弟姊妹，换手伫你的生命中间，亲像咧守圣餐的时阵，牧师甲饼摕伫手中的是。用祈祷，主耶稣，
这是你的身躯，求你亲自拍破伊。兄弟姊妹，愿咱活出上帝所予咱所有的圣洁的感情、圣洁的思想，爱想好事、讲好话，爱做好事、做好人。所以兄弟姊妹，咱伫即个信仰的内底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享受真善美的生命。今仔日的题目讲，我是上帝所创造神圣美丽的作品。赢过一地历史，真侪观光客去到什么所在，拢爱买迄个所在上出名的，对吧？赶规堆好食的物件拢赶倒来。我有一个习惯，我袂爱去赶遐食物，因为食会了，对毋对？你著爱买迄种物件，毋是你3、5工食会了，有一个保存期限的。咱到底每一个所在可贵的所在，咱拢毋望会当将迄个有价值的物件带倒来做纪念。今仔这个礼拜，你带什么放伫你的心内，刻条伫你的心，做你永远的纪念。主，我是你宝贝的创造，主，我的丈夫是你所想事。求天父上帝伫今仔这个礼拜对你讲话，你将你的一生交伫主的手中。伊讲，我也未形成进前，我的年日，上帝已经定着我一生的年日，而且将我的名写伫伊的活命册的中间。所以，兄弟姊妹，你相信你的名伫上帝的心中吗？你相信吗？真正吗？兄弟姊妹，你若毋相信，你甲上帝讲，搁互我一解，对你讲，阿爸天父，互我做你的查某囝，互我做你的囝子。兄弟姊妹，上帝是咱的上帝，咱来到这个世间，不会是偶然。所以兄弟姊妹，毋通清清采采活，毋通随便，毋通老错，毋通犯罪得罪上帝。兄弟姊妹，毋通清清采采生活，毋通听到圣经的话，佮用倒饼做的行为来得罪上帝。原咱伫上帝的面前，咱甲主讲：主啊，我知你的律例，我嘛听见你的教示，但是有时我的心挠挠，有时我无一定做乖囡仔，照安尼做。主啊，求你帮助我，互我活出你的神性，互我会通荣光你的性命。所以兄弟姊妹，你我咱的创造，今仔日的敬拜赞美讲，是为着要享受主耶稣基督的听。你我咱的创造，是为着要伫主耶稣基督圣洁的活命中间，来表明上帝伊的荣耀。你我的创造，是为着要来到上帝面前，请做一个人。圣经伫创世纪伫起头，有一个故事咧讲起上帝创造亚当，上帝创造夏娃，恁会记迄个故事无？圣经中文的创造只有用创造之字，所以咱读袂出来伊原文中间真奇妙的意思。但是犹太人听到上帝伫创世纪第2章中间第7节甲22节，创世纪第2章第7节甲第22节，恁若欢喜佮重新读过，恁看中文的圣经并无差别。上帝做亚当，上帝做夏娃，但是真奇妙。上帝用2个真特别的字，上帝创造亚当所讲迄个字，甲上帝创造夏娃所讲迄个字是无同款的。犹太人3000、4000年，拢咧问讲上帝为什么你安尼讲？上帝讲，咱要照咱的形象来创造亚当。伫创世纪第2章第7节，伊所用迄个字叫做亚叉。亚叉，这个字是啥物？用压力甲钉，一个图案甲钉，然后这图案甲捏，英语叫做 fashion form， 捏出一个形来。上帝讲照我的形象来做一个人，也差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上帝用伊的气力，上帝用伊的心意，伊捏出伊各个的代表。亚当，但是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目的。一个陶瓷的师傅，伊要做这个物件之前，
伊的脑中已经有一个计划，我要甲伊列出一个什么种的地果，我要甲伊列出一个什么种的形。所以也差这个字，伫犹太人的心内叫做神圣的目的。所以上帝创造亚当的时阵，上帝讲这个创造的目的背后，就甲伊讲，这有一个神圣的意义。有真侪人听到悠悠的名，因拢真好奇，甚至开玩笑甲我问讲：我真想要知影，伊的爸母为什么该号这个名？兄弟姊妹，上帝创造咱的事，有伊神圣的目的。上帝创造夏娃，伊用另外一个字叫做曼那，毋是banana。banana的意思就是聪明，有水无？所以上帝为什么要用两个无同款的字来讲起男女？犹太人并无甲咱分享，犹太人嘛并无甲咱解释，但是犹太人有安尼讲起。上帝用两个无同款的字来讲起伊的创造，伊的目的，敢是咧甲咱讲起一个真奇妙的奥妙、稳重的奥妙。也差这个字是神圣的命定，就亲像大笔伫诗篇139篇，伊讲所定着的日，上帝伊奇妙的计划，万那是聪明的灵。这个字对什么所在来？这个圣经出现254摆，万那这个字伫圣经出现254摆，唯一一摆翻译做创造。因为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叫做 build，B-U-L-I-T， 就是讲起一间厝，起一间厝。这个字伊有伊具有足特别犹太人因的感动。检查这个意思是毋是咧？甲咱讲起上帝的创造是男女有别。上帝敢是咧？甲咱讲起查甫甲查某没有尊卑的差别。亚当是我用神圣的意念所创造的，夏娃是为着要带有智慧，互这个世界来出世。男女有别，尊卑不分。所以，兄弟姊妹。这个时代有真侪青年，因对家己并毋是真满足，无数心中有真侪毋甘、无意思、有责备，但是真侪人对家己阴霾的自我图像，对家己的图像有当时啊自卑，有当时啊太过骄傲。通过上帝的定着，今仔日代表咧邀请咱，我的受造，亲爱的姊妹，好不好？好唔好？你伫祈祷中间甲上帝讨，为着你家己，祝福我明白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间。咱的受造是有目的，荣耀上帝，服侍人。咱的受造毋是敢若来这个世间。食清用，食到老安尼就结束。咱来到这个世间，有某一种特别，上帝要咱做的。兄弟姊妹，每一摆的礼拜敢是安静神圣，伫上帝的面前问讲：上帝，我这礼拜所做的，你有欢喜吗？上帝后礼拜我要做什么？你爱我做什么？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知影讲，咱的受造是上帝伊神圣的心意。咱的受造是奇妙通惊，通惊这个字的意思，惊这个意思是敬畏啦。徛伫上帝的面前，徛伫天地宇宙的中间，我心中有起价要赔，我就讲出一句话讲。我看到你的手所做的天甲地，我看到你摆咧伫天顶的日月甲星星，我忽然感觉我家己的渺小，我忽然感觉我家己袂堪得。但是上帝，为什么你疼惜我甲安尼？你将阳光尊贵
放伫我的生命中间。也即恁会记得这段诗是啥物人写的吗？大编，但是牧师的感动写出来，诗篇第8篇。咱伫上帝的面前，咱会发现奇妙的作为，咱的心中有一种讲不出来对上帝的敬仰甲敬畏。主啊，你的所做，奉主耶稣的圣名祝福在座兄弟姊妹，恁享受一个神圣、美丽、尊贵、荣耀的生命。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兄弟姊妹，你的家庭、你的生命、咱的教会，咱同心归荣光给天父上帝，好唔好？兄弟姊妹，咱来做同工，咱来做兄弟姊妹，咱来做属灵的亲人。咱伫上帝的面前，咱甲上帝讲阿门。主，我们要愿意同心合意，将你该得的荣光归乎你的性命，因为你所创造万物拢是好，唔通嫌台湾，嘛唔通嫌家己。我较出世伫这个家庭，兄弟姊妹，咱来嫌咱的出身，咱对咱家己无满足。有时是得罪上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建立咱内面有一种信心、好的自我健康的图像。你甲圣神祈祷讲，主啊，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到你伫我生命中间，你早就已经有备的，迄个有价值的宝贝。古伦神父伫伊的修道院内底开一个课，迄个课的课程的名称叫做找到内在的黄金啊！牧师查经班拢嘛有学一个题目有哦。牧师带恁讲遇见上帝、遇见耶稣、遇见圣灵。牧师带恁讲从圣经里面找到幸福。真侪人欢喜来参加这个查经班。咱做伙伫迄个所在，每一摆我若感受着人听到上帝的话，心内有迄个快乐甲欢喜，有帮助。我心内嘛足欢喜。因为我感觉上帝话互人听见有帮助，是一项真有价值的事。所以，兄弟姊妹，上帝所做的无一项失败。愿咱伫咱的生命中间，我毋捌嫌过我的身高，我捌为着我的歹脾气懊悔过。但是我后来我才知影讲，有当时上帝所想事的个性，是为着伊伫将来计划。要使用伊，有的人个性温温吞吞，但是有的人敢爱敢恨。率性的人常常做代志，拢讲做快、狠、准，对不？这个比如无一定是真适当，但是兄弟姊妹，咱的囡仔平平拢是对咱的北来出来，但是。每一个囡仔个性有可能无共款，你敢同意？我是上生啊，我上知影，我甲我的哥哥面貌足共，但是我嘛真侪90%以上的想法足接近，但是总是有无共款的所在。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甲上帝祷讲，主啊，求你帮助我，互我会通得到你圣神的帮助。我会当看到你伫我生命内底，看到我生命当中的黄金，好，互我明白亚差甲万那是无共款的。万那这个字伫以赛亚第11章第2节，牧师常常读，恁嘛会晓背，我相信。伊讲耶和华的灵若踮伫伊的内底，伊就有3种的灵：聪明的灵啊，智慧的灵、聪明的灵、策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佮有敬畏耶和华的灵。恁会记迄节无？恁若袂记，恁就实在记忆太歹啊！哦，牧师伫礼拜中间已经足侪摆啊。伊讲耶和华的灵若踮伫伊，迄个伊伫以赛亚11章是咧指弥赛亚。所以上帝用伊将来要互弥赛亚，上帝用伊家己弥赛亚的灵来创造美丽的查某人。查某人出世伫即个世界，毋是干那美丽窈窕。
上帝讲：我创造伊的时，伊要有耶和华的灵，万哪。兄弟姊妹，愿咱使用上帝所予咱，时就是时。上帝所创造的有无同款的美感、安静、恭敬、敬畏、领受、思考、运用。领受上帝予你的文书，思考上帝予你的文书，运用上帝予你的文书。求天父上帝甲咱三家弟弟，伫今仔日的礼拜，用上帝所创造的你来活出这个世界。第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为了上帝的荣耀来活。咱伫上帝面前甲上帝祷讲：主啊，第一个祈祷我甲你祷，主，互我会当明白我的受造，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间？我的生命的意义，我的生命的价值，我的生命的目的。上帝，你创造亚当，你甲伊讲也差，你甲伊讲，伫你的生命顶悬有我神圣的计划。主啊，我相信伫我的生命嘛有我神圣的计划。伫今仔日个礼拜，牧师要甲咱鼓励，不要虚度光阴，唔当浪费你的生命。咱的生命的目的，唔是甲只有一项代志，叫做趁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中有一项代志，就是做一项真精致的，互你的生命活出水真善美，荣耀上帝。所以第二个祈祷，伫今仔日的礼拜，愿圣神帮助你，互你看见上帝伫你内底预备。你甲上帝讲：主啊，牧师今仔日甲阮讲一个故事，讲伫比利时布鲁塞尔上出名，全欧洲上精致的类似这种的物件。无论当时今仔日的工人偌优秀啦，我相信后来将来拢会去互电子机械取代。恁相信吗？如果若无注意看，更较精致的类似，拢嘛我都用人的 AI 人工的智慧生产的机器来大量生产出来。但是为什么有一寡物件无法度替代？手工，伊用感情。伊用生命所做，类似伊伫15世纪，牧师阁讲一解，伊是对修道院出来。这条筋仔是为着伫圣餐的盘仔顶悬。恁看牧师咧修圣餐的时阵有无？摕饼了后，牧师有当时咱摕饼了后，牧师阁会甲放摊倒去。兄弟姊妹，咱的教会所注重的生活就是祈祷，祈祷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礼拜，礼拜就是生活。所以咱的一举一动，拢有一种信仰的精神甲动作。牧师毋是表演互恁看，但是兄弟姊妹，咱的生活，圣经讲咱就是一病戏。恁会记保罗讲，咱的生命就是一病戏，演互上帝甲天使甲世间人看。咱的生命就是一部戏，演互上帝、天使、甲世间人看。人若看到你，人就讲我好亲像看到耶稣的形象。感谢主俄罗主。人若看到你，我会讲，哎哟，基督徒啊，安尼哦，注定面难。咱无做挂名的基督徒。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有足大的感动。咱甲主讲，主啊，我要活互你看，主啊，你帮助我，活互即世间人看。主，我要活互你看，求你监察我。主，求你帮助我，活互即世间人看，好无？所听的姊妹，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讲，我的受造是为着。要互你得到欢喜，我的受造是为着要互人看见上帝的荣耀。咱同心来祈祷。这些是阮伫今仔日礼拜共同的心意。
求你赦免阮过去顶悬对生活无够格的认捌，无够格的敬虔，无够格的圣洁，无够格的敬畏。主求你帮助阮，无过头的惊吓，反倒当有用是将满足的欢喜喜乐，为着要荣耀你，为着欢欢喜喜来荣耀你。主，你无需要阮讨你的喜欢，你要喜欢你就喜欢，你无需要永远的人生通来讨你喜欢。但是阮知影，当阮对你表现出来真正水的画面时，你会感觉有一种真大的快乐是：哎呀，我的囝，我的查某囝，较会遮尔水。至圣的圣神求你帮助阮，伫今仔日的礼拜赏赐阮，过真实、真道的画面，将上帝的道理表明出来。主，靠着你，阮凡事拢会。阮安尼当心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请咱用圣诗398首来引导上帝的听。我来亲近耶稣，请起立，伊转首。我
请坐。请咱准备奉献。请坐。平安礼，请陈牧师。咱用祈祷的心来吟这首诗歌，用这首诗歌，咱来互相祝福，愿主会听，甲咱三个弟弟。咱的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救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心来祈祷，主，阮要感谢俄罗你，你的听是阮一生幸福最重要的力量。有你的听，阮才有才调，通听阮身边的人。也因为你的听，阮要有满足的欢喜。
主伫你的面前，同心吟这条诗歌，领受主耶稣搁一摆，用你的听来充满伫阮的中间，运行伫阮的心内。主，阮中间若有人心中欠过平安，主求你的听充满伫因的内心。主，阮中间若有人身躯欠安，主求你用你的听来安慰佮医治。主，阮中间若有人有孤单，若有焦虑，主恳求天父上帝你怜悯，赶走迄个惊吓的黑暗的关系，互人的心中因为主你的同在，通得到透放。主，阮特别为着阮中间年长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主啊，怜悯阮的是大人，怜悯阮中间年长的长辈。阮深深知影，人的年纪大，身躯有真侪生命健康的活力功能，拢会消退。求天顶的上帝怜悯帮助阮中间，虽望阮的肉体日子会衰烂，但是上帝你的救恩甲你的慈爱，永远无欠缺。互阮的日子怎样，力量也怎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互阮伫礼拜中间有喜乐保养院，阮的兄弟姊妹来甲阮做伙做礼拜。阮知影，因之不如就是保养院中间200几个阮的兄弟姊妹的一部分。阮无法度逐礼拜拢甲因每一个人做伙做礼拜。愿天顶的上帝，你的圣神伫阮吟这条诗歌的时，你神圣的听，你的圣神充满伫因的内心。愿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首先来为着这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咱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咱同心来甲上帝讨稳定的油抹伫咱的头壳。咱来做伙为着生日的人。生日快乐！主，阮伫你的面前，要为着李美姐来祈祷。祝你生日的时，求主你用你的油抹伫伊的头壳顶。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为着伊来感谢你。祝你，互伊对你有敬虔的心，有羡慕的心，也有服侍你的心。祝你过来一年中间，你享受伊较大的快乐，较大的热情，较大的属灵的圣神的画面，互伊才做主你所使用美丽神圣的器具。主嘛，为着所有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天父上帝你施恩，特别伫彩珍、伫亚瑟、伫俊辉、伫回应者、伫英奇，主求你的圣神甲因三甲伫地，互因伫过来365日，每一天拢踏着稳定的记号，因所行过的路径，主互油满出来。阮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生日快乐！他也8月生日。哦，我甲你报告，他得到世界杯亚军。好，感谢上帝世界杯亚军上帝是给你更大的努力是给你迈向勇敢的向前走主，阮为着义婷伫8月生日，阮感谢你。主，你将伊放伫喜乐保院，诚做喜乐保院的光荣，也诚做上帝的光荣。主，伫伊的心上，人要看见上帝你特别的作为。主啊，就亲像今仔的圣经讲，我的受造是何等的奇妙，即可畏。主啊，阮将义婷交伫你的手中，伫伊生日的时，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阮特别为着伊有即个恩赐，地板滚球的即个项目，祝你，互伊伫一生中间找到一个真欢喜的
一个工作，伊会当伫即个过程顶悬来享受到伊存在的能力价值。主除了即个以外，有搁较侪奇妙。主你要定着，就亲像圣经中间讲，你将阮的名写伫你的活名册。主你要定着阮的一生的年日，阮将一天交伫你的手，求天父上帝施恩祝福，祈祷告诉圣名，阿门。耶稣爱你，继续加油，继续加油。这咱来为着喜乐保院所有的遮的兄弟来祈祷，咱真欢喜因来甲咱做伙做礼拜，亲同耶稣爱你，主，阮伫你的面前真欢喜，有看到你家己的囝子，阮喜乐保院的孩子来到阮的中间。主，这是一个真特别，你互这个教会足特别的祝福。主，阮伫你的面前，将喜乐保院的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主，求你用你的油抹伫因的头壳顶，互因天天与主同行，享受上帝的祝福。主，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保守。互因会通正做上帝你稳定的记号，当人看到因的时，因就得伫上帝你的祝福的内底。阮感谢你，互喜乐保院的老师会通正做因的天使，做因生命的帮助。主，阮也为着无伫阮中间的其他的喜乐的每一个家人来祈祷。主啊，你要互阮伫因的心中看到你的慈爱。阮要伫你的囝子伊的面前，看到伊真清楚圣神的同在。主，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祝福阮的兄弟，因今仔日会当带着欢喜喜乐的心来到你的圣殿来做礼拜。主，阮感谢俄罗你，至圣的天父上帝，求你施恩祝福伫阮所有喜乐保医院的同工，对执行长、院长、主任甲老师，所有的人的身上。阮恳求天父上帝，你互因正做上帝你的天使，伫因的生命中大大来正做上帝你所使用的器具。主，阮将荣光归互你，因为你将你的疼带到台湾，互喜乐阿嬷伫即个土地顶悬建立一个你稳定的记号。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祝福即个教会，互健康的人甲无健康的人拢做伙做礼拜。主啊，你互即个教会是一间无分健康、无健康、无分什么种的无同款的差别，拢有共一种的心，就是敬畏上帝；有共一种的记号，就是伫上帝稳定的中间来过阮的生命。阮伫你面前来感谢祈祷，我给所有圣尊名求，阿门。咱真欢喜，耶稣爱你们，耶稣爱你们，那看到，那。耶稣爱你，那快佩姐妈妈来雅慧妈妈那真欢迎来做礼拜。今仔日咱敢有先来第一摆来伫咱中间的，愿主会听甲咱三个弟弟，兄，这后礼拜是野外礼拜，你若来遮做礼拜，你毋通甲牧师讲，牧师你开无伫教会礼拜咱要去报你，有报名兄，这咱7点15分出发。你若要家己自由去的人，报你普及的迄个大楼迄个普及医院的大楼，恁若家己自行开车，应该可以停地下室，有电梯可以直接到楼上这个大礼拜堂大礼拜堂请咱大家带着礼拜的心，毋是去郊游咱要伫遐看是迄个普利基督教医院，因为普利基督教医院甲喜乐保医院共款，拢有一个真水的故事迄个创办人对北欧来伫一个山头顶悬，伊讲一句话，伊讲毋茫即间教会，即间病院是打开3D 医疗之门，恁听有无？毋茫即间病院是打开3D 医疗之门，因为是迄个普利基督教医院，伊个礼拜堂看出去，会当看到玻璃母峡中央山脉入面那个入口迄是一个真感动人的故事前院长赵文崇医师，伊要亲自接待咱要甲咱见证，因为伊捌伫咱教会一届长子训练的中间做见证，有真感动人所以咱这届我们能够去那个地方亲自去体验这个医疗搁有普及有真侪工作是早期做，后来停顿，比如讲
普及阿公阿嬷因当时设即个病院的时，因有一个心愿，就是在地的工人爱在地训练，所以普及阿公阿嬷伊有开一间叫做护理学校，训练原住民的在地的原住民，加做将来要进入去返乡做医疗的服务的人，迄个工作后来停顿一段时间，盖成立去年的款，重新在30周年的时阵，埔里基督教医院跟暨南大学重新合作，产学合作这种的关系，佮重新恢复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护理学校，迄是一个真水真将耶稣基督的听带到实在的社区的一个工作，咱的教会嘛真福气，互咱有喜乐保院的阿嬷做咱的见证人，互喜乐保院大汉的一寡兄弟姊妹，包括明基，包括仁和校园玉长忠胜，愿天的上帝使用咱的教会，咱做伙合一，做见证，互上帝会听，会当分散到各所在，请咱若还未报名的人，咱紧报名，因为咱今仔日就报名就截止了。这么我来报告，顶朝的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拜三，基督会是教堂，查经班，早上甲下午拢线上新港服侍后礼拜聚会，请张世聪执事，领诗要请丽颖姐妹，苏琴要请陈美娟执事，书宪交代请冯坚执事甲胡书记执事。那爱请咱后礼拜要去埔里基督教病院先爱讲读经表，请咱照即个顺序逐工来读圣经。具体交通第一拄牧师有报告请咱嘛还未报名，紧报名，甲今仔日截止。第二，请为所有女外兄姐的健康甲生活来祈祷，求主保守大家身心灵拢会当真平安健康，耶和华以列稳上加稳。请咱为这个生日来代祷。红的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问题，请会计人员来更正。代祷的事项，请咱继续为新生欠安、庄严、展达、庄仁聚、黄宏仁、受姐、洪其生、庄彦昌、丁丽华，以及为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第二，请咱为教会所有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来祈祷。第三，请咱继续为适婚的青年婚姻来代祷。第四，请咱继续为咱的姊妹教会、韩国福林教会、集集教会、德克达雅教会来祈祷。请咱来吟上吟圣诗511首，俄勒上帝至高至尊，请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陈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
济，灭道必会。